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咱台湾的酸亚，和澳门验出外包装有新冠病毒阳性，高雄是真担心会影响到外销的通路。啊，这个酸亚产量占全台湾5成的台南，甲农粮署来合作举办酸亚销日本的记者会，讲要送酸亚予日本的利监事，也就是卡萨马市4间的学校来当作是学生营养午餐的饭后的水果。啊，卡萨马市的市长嘛特别用影片支持台湾酸亚。日本利监市长山口申树亲身录影片，表达对台湾酸亚的介意，而且嘛付出行動，甲台湾定酸亚。地元の中学生が食べて台湾のマンゴーの美味しさを満喫し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真甜佮真高级的酸亚，装箱了后，准备要再往日本，卖变做在地囡仔食饭食饱了后的水果。这一次啊，有4个学校2500个学生，在7月14号会吃到台湾的芒果。前几天啊，台湾酸亚和澳门政府公告，3天内有2摆伫外包装犯新冠病毒。农粮署署长面对外界关心，强调到今拢无收到澳门政府提交的正式证据。因为我们没有正式接到澳门政府给我们政府的任何官方的或者是公示的一个公文。中间还经过香港转口，怎么可能17天后又经过香港，居然找得出这个 COVID-19 的病毒？我觉得这个病毒不知道是政治病毒还是 COVID-19 的新冠病毒。就惊因为气候影响，产量减少的酸亚，佮因为风较紧，影响到外销的通路。台南酸的产量占全台湾5成，嘛和中央合作，要积极增加酸亚外销的多元通路，要让国际会当食到台湾酸亚的好滋味。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